日同大家介紹一下啦，呢一個係巴西嘅紫晶洞。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呢都會好鍾意用風水嘅擺設啦，去到助旺屋企嘅運氣嘅。咁如果單純就係講我點樣幫助你去揾一個靚嘅紫晶洞呢？首先你會了解啦，紫晶洞係有分五行嘅金木水火土唔同嘅形態㗎。另外你想揀高質素呢，就係揀巴西啦，又或者烏拉圭嘅。個分別就係呢。烏拉圭咧就會比較深色啲，如果係巴西嘅話咧就會有紫態啦，同埋佢係比較有種羅蘭紫同埋粉紅嘅紫晶呢一種嘅色調㗎。另外咧，你會想睇嘅就係佢係咪動心，就好似呢個晶洞咁啦，佢係成個手掌咧都可以放得落，就好似而家展示所啦，擺咗一個好靚嘅黃金方解石球裏邊，呢就係我稱為好嘅質素啦。